用台语学汉语第23集。但台语嘛读做单，山台语习惯讲山，宽读做宽，看是的宽，韵母安弯转韵做弯，即类的转韵就号做单山韵。当然无一定爱号即个名啦。即类的字有偌济呢？咱来找看卖。即三字韵切音拢读干，即两字读关。台语文拢转韵做关。透过遮个熟悉字，归纳出的转韵规则，进一步帮助咱找出其他的用字，譬如关，茅草的一种，转韵做关，咱就知影关网安尼写。管，东莞的管，蔺草的一种，会使做草笑的寒草，安尼写。来练习几字单山韵的用字。搬，转韵做搬，搬物件的搬。办，转韵做半，7月半的半。做伴的伴，即字的声母有改变。攀，转韵做攀，判断变判断。慢，转韵做慢，号满的满。满，转韵做满。单，转韵做单，警察开单的单。歌戏的小旦变小旦，手段变手段。坛，转韵做坛，紫檀木的檀。炭，转韵做炭，火炭的炭，炭开的炭，一摊两摊的摊。干，转韵做干，即字嘛干，拍干的干，安尼写就可以。罐，转韵做罐，七娘马罐的罐，罐物件的罐。看，转韵做看，宽，转韵做宽，看是的看。转，转韵做转，怎样的转。泉，转韵做泉，泉水的泉。山，转韵做山，散，转韵做线，雨伞的伞。散开变散开，欢变欢，欢喜的欢。捍卫的捍，转韵做换，换家的换。碗，转韵做碗，饭碗的碗。饭变碗，案变hand，盘变盘，盘变盘，碗盘的盘。后尾这4字拢有声母的变化。韵切音无碗这个音，台语特有的，用转韵规则，咱即马甲补起来。来检查一下，散转韵做线，无问题。激线线，讲一个人无用心，安尼写有通吗？人要安怎线？骹手分开吗？万山的即字山，类篇讲是行不真也。转韵嘛读做线，激线线，要行哪毋行？有通吧？即字讲韵的音切，左赞切读赞，转韵做转，意思是奇转。讲话讲甲天花乱坠，乱转，安尼写。即字无读转，韵切音读渐，转韵做糋。等讲到天意韵的时阵，才来详细讲。即字有可能读转吗？考闽南语鉴定的人讲是啦，将某某些，因是毋是永远搞不清楚。怎猪油，猪头皮怎无油？即字怎？即字渐，教育部教人读怎，这绝对是乱怎啦。将口代表言语上的用字，怎将水，泉水啊，讲韵讲是水渐也。
緞、漩无共音，无共义。漩写即字也可，我较介意写即字，看起来就有生水流动的感觉。选转运安怎读？无啦，毋是逐字拢爱转运，选犹原读选。即字读旋，第7条，意思是水喷出去，旋尿安尼写，尿是喷出去、旋出去，旋是回旋、周旋，加水字边，特别是水的回旋，有可能尿回旋转来吗？教育部教的啥物尿疗法吗？即字弹转运做弹、天弹、三界弹，无问题吧？重点来啊！即集由单山运讲到遮，就为着介绍即字弹，言字边的弹，乱弹、臭弹，即字弹由弹转运过来。用字方言对即字的解说：弹慢、气慢之语也。初应以南的通语，教育部写臭弹含言语无关系，你认同吗？臭弹正经安尼写吗？臭含言语有关系吗？无，既然无，应该另外找一字含言语有关系的字。即字韵切音读切，入声字，意思多言也。三言也，就是讲543啦。切弹本字应该安尼写，句内走音变臭弹，臭屁照理嘛应该安尼写。咱讲文讲是明也，你看古文灿烂的用字一堆，所以有人讲你很烂是讹落哦，是讲你很光明、很灿烂。爱回讲谢谢，真诶无开玩笑。照字诶意思是安尼，含言语有关系，好烂绝对就毋是安尼写。含言语有关系，爱写啥物字边呢？言字边是吧？好烂安尼写，简单写好烂也可以。用言语甲人口说安尼写吗？含言语有关系，爱写啥物字边呢？言字边啊，口说安尼写，口语言也，僻也。即集先讲到单山运安转运做换，再来讲到寒网的寒、寒草的寒。一般熟悉用字就无搁整理，较特殊的字有七娘马寒的寒、隔线线的线、乱讲话的緞、转猪油的转、泉水的泉、旋尿的旋、臭弹、虎烂、口说的口、